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初2，旧历的闰4月11，礼拜二。大家拢非常期待的振兴券，这个方案总算是确定了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来宣布，振兴券号名号做振兴3倍券，摕1千会当换3千的券，会当用到年底。原则是3好1温暖，好领、好用、好刺激，上温暖。2300万的国民，加上有居留权的配偶，拢通来领，无限年龄。参与的12月31日迄天才来出世的小宝宝，嘛通领。这个纸本的券，7月初1开始来注文，所有的券，包括信用卡、电子票证甲电子的支付，嘛为7月初1开始来绑定，2项拢为7月15开始来领来消费。提振经济振兴券，行政院总算决定啊！我们就要推出的振兴措施3倍券。估计7月份要实施，有中华民国国籍新生出来红婴，还是有居留证的民众，拢会使领。民众用1千就会使换3000块来用，所以讲定调是振兴3倍券。不过袂使摕来买股票、礼券，嘛袂使纳税。12月31号生的都可以。只要来得及拿健保卡。若使用管道是真多元，纸本的7月初开始会使利用健保卡伫超商注文，面额分做200到500块的，顶现金要过无找钱，嘛无要互你寄金，电子支付、信用卡、电子票证，为7月初开始接受限定银行，7月15起累计消费，开满3000块就使摕2000块到你的口座。领用方式无共款，就看民众倒一项较方便。这3种呢，跟这边邮局、超商呢，它都是在同一个时候，你可以开始绑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去这边预购了，你就不能跑来这边说，那我要用我的信用卡，反之亦然哦。是安怎要发这款3倍券？不是直接发现金，政府冇答案。消费券也好，过去那种花法也好，有那个现象，所以刺激经济，没有很大的效应。加起来就是效果是1112亿。强调讲，一切拢是为了达到加成的效果，嘛选伫7月中暑假开始才正式实施。就是希望讲解封了后，刺激民众出外消费，达到提振经济的目的。